其實數碼轉型咧有兩大核心嘅，第一個係前期我哋點樣喺企業嘅角度做好呢件事，令到我哋系統可以完美咁做出企業希望嘅效果。第二個重點就係實際使用，因為系統係依附於人嘅身上，你唔用系統都係零。而我哋喺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一啲抵觸，我哋點樣改變呢件事情呢？我哋成日都話數碼轉型係一把手工程，係管理層嘅重要工作。其實改變員工嘅運用都係要靠我哋嘅老闆、我哋管理層一齊落手去做。首先，我哋呢度提供幾個方法俾大家，係我哋經驗之談。第一個，你哋公司所有嘅業務嘅場景一定要轉移喺系統線上操作，千祈唔好做到嗰啲我線下做晒啲嘢啦，再登記翻上個系統度，會出現大量嘅錯誤，你會變成一個數據墳場。第二個，你要將員工嘅 KPI 每年嘅績效或者甚至乎佢薪金綁定系統使用上面，將佢變成一個 KPI。一定要俾員工感覺到我哋公司強烈要推進呢件事情。第三個，我哋去到前線要同員工講，其實呢件事係為咗令到大家工作更加順利、更加順暢，資料更加完整，令到大家嘅對接更加方便，減少咗好多睇唔到嘅隱形成本。點解我哋嘅售後服務咁精細？我哋要做咁多事情，要長期去你哋嗰度去做on site嘅開會，就係為咗希望令到數碼轉型完整咁服務好我哋嘅企業，可以完整上線，令到同事都願意用，最終達成你哋企業踏上下一個競爭嘅台階。呢個記住，其實每一個人去接觸新事物都會有唔同程度嘅抵觸，所以我哋管理層嘅一把手需要有呢個決心同埋時間，一路去同佢哋講，去執行我哋啱啱上面嗰3個提議。我相信大家嘅接受只係時間嘅問題啫，取決於你管理層嘅決心。